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深水埗長沙灣政府合署去西九龍。依家係中午12點，今日星期日，所以人來人往都好多人行㗎條街。到咗西九龍中心，我都好耐冇行咗。入咗嚟，一上門口就有間吉鋪啦，好多人行。有間吉鋪，連續3個位，好多嗰啲車仔檔都冇開。呢個禮拜連續有3間吉鋪出租。Cindy 仲喺度，都好犀利啊，好多年㗎啦。有到去9樓去夾公仔機，係夾公仔機多啦，成層都係夾公仔機喎。我都係公仔機。晏晝好靜，冇人嘅。好清靜咯。以前呢度係冒險樂園，依家改咗奇趣天地，啱小朋友玩。有啲小朋友喺度玩。有條鐵軌冇拆到嘅，仲喺度啊！已經冇運作好多年啦。8樓 food court 多人食嘢，都有食嘢多嘅，大部分係外傭多嘅，好多外籍傭工喺度食嘢啊！望眼去嘅，大部分都係外籍傭。7樓都係夾公仔機多，人就好冷清咯。全部都夾公仔。呢間冒險樂園仲喺度，都好叻㗎啦，真係。就冇乜人玩，唔係太多人，3幾個掟彩虹。呢度5樓都係夾公仔機多，實體嗰啲賣衫嗰啲真係少人，呢啲賣精品啊、水晶嗰啲冇人。呢度有幾間車仔檔都冇開，照做。呢度都賣精品啊！呢度都係賣精品，呢一辣都係冇開。呢度都係賣精品，都係冇開。好清靜，晏晝1點鐘。冇人嘅，直情係呢啲冇開，好多間冇開，都係冇開。呢個5樓嚟嘅，都咁慘啊！一個人都冇，成條巷真係10間有8間都冇開嘅，有開嗰啲咧就係夾公仔機嘅啫，其他嗰啲都冇開嘅，好得人驚啊！呢度之前係賣精品、文具嗰啲啊，成日都冇開。而家係賣內衣褲，好大間，但真係冇生意，一個人都冇。玩波子機，有啲人喺度玩。賣做指甲應該係美甲，但係冇開。呢間世界百貨都有啲人行，都好耐嘅，都好夜。薩莉亞食嘢，好多人排隊等位。
車仔檔就完全冇開招租。呢間賣內衣褲嘅主打係大 size， 即係肥胖啲嘅人，行都係冇人。租約期滿，有一間黃埔出租，以前先知個位啊，依家未租得出，寫住優化進行中。眼望過去咧，大部分都係外傭多喎，呢個商場好多外傭，有多間吉鋪冇做啦，好多吉鋪，大部分都外傭多。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，記得免費訂閱我頻道，點讚分享俾朋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